事發之後，大批警員趕到現場，疏散校園內嘅師生。有聖莫尼卡學院嘅學生話，槍擊發生嘅時候，正喺圖書館入邊，聽到幾聲槍聲之後，有人尖叫並逃走。事發喺當地時間7號，一名身穿黑衫嘅男人喺加州聖莫尼卡市一個住宅單位入邊放火，殺死2個人，再穿過幾條街前往聖莫尼卡學院嘅校園，喺校園內外射殺咗4個人。進入圖書館之後再開槍，但未有人被擊中。其後警方趕到現場，雙方駁火，槍手被擊斃。警方徹底搜查校園，拘捕另一名懷疑槍手，將佢扣留問話。其他傷者就送院留醫。事發之前，總統奧巴馬正喺約5公里外10分鐘車程嘅地方出席一項民主黨嘅籌款活動。負責保安嘅特工話，知道發生咗槍擊案，但冇阻礙奧巴馬前往會見到訪嘅國家主席習近平。香港民事記者廖正文報道。